我们生活在健康、富足、和平、未来和希望中，而不用受苦难。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以下是圣经中的话，关于苦难的来源以及如何被拯救的基本解释。当第一个人亚当违背神的旨意犯罪时，人通过他继承罪，继续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。神与人类和解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对他自己的罪接受惩罚。这就是为什么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人间。他出生在圣灵构成的身体里，通过圣洁的圣母玛利亚，他没有犯罪，在人间行善，展示出治愈、拯救、复活的迹象和奇迹，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。他为我们受十字架，用血为我们抵罪，死后被埋葬，第3天复活，到天堂，他还活着，还会再回来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与神和，使我们从魔鬼中得到解脱，免除审判，给我们救恩和永生。他使我们摆脱痛苦、疾病、诅咒，给我们圣灵的帮助，安慰我们，引导我们由神的保护进入圣洁的生活。好消息是，耶稣基督来了，按上帝的旨意，给他的生命为你真正生活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，而不是永恒的死亡，接受永生与上帝。如果你从内心相信和接受这个愉快的消息，带着上帝的恩典，成为上帝的孩子。如果你用真诚的祷告接近耶稣基督，平和地进行短的祈祷，带着信念、真诚对耶和华说话，你可以免除罪的惩罚，免除死和苦难，他可以听见。耶稣基督，我承认并同意如我所写的，我是罪人，我悔改并放弃罪，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，因我们的罪为每个人，包括我而死，使我们从死里复活。请做我的主，引导我，管理我，我的生活、健康、家庭，管理我的一切。感谢主，荣耀归于主。如果你这样真心、真诚地做了，你就成为了上帝的孩子，得到救赎和永生。圣灵已经进入你的心，充满了上帝的爱，帮助和引导你离开旧的罪恶的生活方式，开始新的生活。在圣灵的引导下，向主祷告，阅读圣经，与其他信徒交流。这个呼吁面向所有人，每个人都应该接受它，因为根据圣经的预言，耶稣基督很快就来接他的子民，死的、活的，在他们心中的信念永恒的在一起，在连结的身体，然后上帝的愤怒通过各种苦难的形式在世间流行。所以请您尽快做出这个选择，并鼓励你所爱的人也加入进来，这样你们将永远在一起，死亡永远不会把你们分开。感谢上帝，荣耀上帝。